準備啊！哇哇，好猛啊！醒啊，吸引啊，阿叔，改良咗，唔使手搖啊，喺度啦，效能啊大好多啊！一般要燒到幾多度啊？10分鐘。哦，要燒10分鐘。茶行啊，奇米林6星級大廚，即係下面都行架花生，炸㗎嘛，即係炸到個包包聲。哇，佢又巴閉啊，佢又唔似底啊！哇，幾響！小時候嘅味道啊，現在好少有啲蠔噶啦，現在落啲咩啊？啲哇嗰個叫做炒米飯啦，嗰你咪俾我後晒啲事。你嚟啊！好啦，閪叔你上鑊啦！哇2把椰勁啊，橙雙花紅棍啊！哇，佢炒完之後眼瞓平佢效果唔同啊！領導準備報名叔，準備啦嘛？好喺嚟啊！領導啊，精彩鏡頭嚟啊！準備第一炮，有請茶行炮哥嚟啦！嗱，準備嚟啦！哇，喺呀！準備啊！哇，好猛啊！第一道、第二道、第3道，最後一道等我嚟啊叔嚟，即係海鹽嗰個。生意興隆，風生水起，大吉大利，一路長紅。哇，掂啊叔！嗱，試下先啦，唉，試少少啦。哇，好鬼響啊！唔係講笑，仲唔拎下午茶啊？送2杯血觀音，哇，或者整2杯單叢啊！好啦，23分啦。好，23，好，轉咗老闆。慢咗。精神，掂個碌蔗。嗰啲好平啊！有啊，我攞個袋去換啊。咁呢個好。係啊，攞袋去換啊嘛。好，新年快樂。多謝炮哥。